吼，今仔日是7月23，世界台湾世界文化论坛第44回吼。我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做主持人。咱今仔日是请到陈世贤老师。陈世贤老师现在是清大台湾台湾文学系兼任助理教授。伊是一个为着要创作台湾文字努力贡献的台湾人。我和伊熟悉20几年，自少年就看到伊爱乡土的热情甲爱心。伊甲家己的医疗改做工作室甲厨房，带遐教授学生甲创作。伊教真侪学生，创作出真好诶台湾字，即甲传统诶汉字完全是无啥共款。这是伊诶真大诶专长。今仔日呢，咱要请伊来讲，伊安怎样来讲，这台湾字绝对毋是中国字。不过这是伊诶专业，所以我无要讲这，我要讲一撮细汉我诶观察。细汉伊住伫台南诶白河，伊诶爱故乡、爱即个乡土，实在是互我诚感动。因为伊对伊诶社区诶再造足努力，伊伫咧白河诶所在有做一个诚幽静诶迄个步道，迄步道顶头有真侪石头，石头内底拢有伊刻着伊所写诶字，代表着一个台湾诶精神。伊即马经过这20几年，我有一段时间拢无甲伊联络，但是我定定咧注意伊诶进度是到倒位啊。我无想着讲伊即马实在是已经会使讲是国际上大家要来认同诶台湾字诶创作者。伊已经到世界各个诶国家去表演，替台湾在即个国际舞台上占一个真好诶地位。就是讲，台湾字就是台湾字，甲中国字是无共款。咱台湾人就是台湾人，用字来表现咱诶精神。伊即马伊诶作品已经是被有收藏者会收藏，嘛有艺术馆，是私人拢有真侪诶收藏是大家拢真喜爱诶作品伊本人呢，即马嘛是利用咱普通咧穿诶即个 T 恤子啦，还是珠宝啦还是其他真侪产品杯啦顶头拢用伊诶去写一寡伊诶字迄拢恁若总讲有喜爱伊诶作品，较悬伊会摕出来互大家看恁大家都会知影讲伊是在安怎样咧替台湾出来。搁最后上重要就是讲，即马呢，伊伫白河要筹建一个叫做台湾书法艺术馆。伊是利用一个已经废用诶小学去甲政府申请来标案来创作。伊即个所在应该搁再5个月了后会落成。即个所在将来伊就是要利用即个空间来发挥台湾文字诶推广，甲国际交流诶时阵会使蹛遐做展览会。伊迄个所在呢，也有一寡房间要出租也有艺术馆也有展览室等等。所以下摆伊若成功诶时阵，我请大家会当去白河甲伊合影一下甲伊赞声甲伊看讲伊咧做啥物代志。这是咱台湾真会当足骄傲我嘛真荣幸会当熟悉即个遮尔有对台湾遮尔有台湾心诶人所以今仔日咱请伊来讲咱好好来听讲伊要来讲啥物就是讲台湾字毋是中国字
咱台湾人毋是中国人，有即个理论吼。来，请来，这啦，来，请你。迄个感谢美玲姐姐吼，我即个机会会使甲大家分享。信涵老师嘛是真久的老朋友啊，对信涵老师所做的代志也真敬重。我今仔日是较少年辈要甲咱这先辈做报告，就是讲我伫台湾所做的代志，一部分是趁钱的，但是有一部分是该做的，我那无趁钱的。比如讲，我伫为台湾的人权写毛笔，这个部分无趁钱的。我写迄个委托控的老兵，写讲伊的白色字，分互写的要去互枪杀的人，大家拢穿白色的色字，因为恁是清白的，是政治去互枪杀的。佮甲即个迄个其他的即个受难者，我若会当了解的，比如讲蔡友全。我就甲伊写讲，伊一世人拢是迄个磨难，迄个字就磨来磨去，用迄个字形你甲伊做因的一世人的表达安尼嘿，就是讲我咧做即个代志就对啊，好，这就是我开始即马要甲台湾的写毛笔字台湾书法，要含中国书法要甲分开，就若像台湾文学甲中国文学无共款，要甲分开，当然足侪人无认同。因为因所有的人拢伫台湾摸着一个因该有的权利，甲因的利益，因去做迄个中国写的诗伫台湾，教所有的学生，遐个学生较写就是写黄河、写长江，伊无法度去写迄个落水溪、写淡水河，所以伊永远无法度伫即个土地内底含伊所写的毛笔字做结合，总是爱有一个人带头来去做即个代志。我就是对40年前开始做即个代志安尼，所以我会这感受真深啦，所以我有去全世界写毛笔，这是一小部分尔，我去法国，去加拿大布达佩斯，澳大利亚，这个是其中一小部分，佫有真侪资料无下去哩。这个日本我有真侪机会去日本做交流。甚至我去日本这个所有写的毛笔下底拢会搁加一个写讲我是台湾人，但细汉所以日本人收藏我的作品下底拢会发现讲是一个台湾人，毋是一个中国人。我真介意我伫大学毕业做兵刷，等于我爸号的支条，阮爸爸的支条，结果带拢总带13担外。带某了，等来高雄带。这13档内底主要做4项代志，就是读册、写毛笔、散步、甲看电影。趁钱就是去教才艺班，若教一班1个月就是领2800，教2个班就是领5600，教3个班就是领8000外，上济教到4个班，所以1个月1万块的收入。剩的时间，拢咧想讲我要做一个书法家。迄阵还阁毋知讲书法家中国甲台湾要安怎分。慢慢我开始做台湾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开始了解台湾的历史、地理，甲即个种种的情感。尤其台湾文学甲中国文学愈分愈清楚的时阵，迄个就是我会使来，比如讲我要所写的毛笔字。会使和中国做足大的差别，所以我线条内底，你若准讲一页写就无目水的，迄就是你讲落水溪，迄个看天拢无水。若准讲写起来有迄个青片片的，就是你讲台湾的山，也是你讲白河的莲花，伊拢有一个感情的性质伫内底。我会慢慢甲大家做报告。这就是我伫日本所写的。我每2档拢会去东京的上野公园。去做展览，迄个展览我是台湾队的队长，所以我还阁伫遐这个做分享、做报告、做队长的报告，甲伊讲即马台湾艺术的发展到底是生做啥物样，所以伫遐交真侪朋友，当然共款会拄着中国人，
中国人会甲伊落，吼，比如讲，伊会甲伊讲，伊听着阮咧讲中文，伊就讲，啊，恁中国人，我讲毋是，阮讲中文，我嘛是台湾人。伊讲，我本来要来甲你敬酒，结果你讲你毋是中国人，你是台湾人，我无要甲你敬酒啊。我就甲迄个日本迄个团长讲，伊来日本迄个中国的团长讲，我嘛无需要你甲我敬，你若即款态度，我嘛无需要你甲我敬，结果呢，尾啊，我赢，就是讲尾啊发生一个代志，中国去甲日本即个世界协会捐足侪钱，但是因发现讲，中国人伫日本的场内底，因共当做因家己的场，4、5个人去咧讲话，当做因家己的场，尾啊发现讲台湾人去互因安尼想要甲因替代替去，所以因就尾啊开会讲，因知影我的感受，尾啊因就决议讲，后摆咱即个会无要接受较大部分的钱的捐献，拢总是会员来交钱，安尼就好啊。所以伊咧甲我讲即个代志，所以我去日本拍拼，算讲面对中国，算讲我赢。迄有一个我写过一个真趣味的故事安尼。好，这是我替台湾所写，每一个所在我都用迄边的感情来写字，比如讲屏东，迄个东的顶头，迄个土色的字，就是用单达啊，伊唱的思想机，画做五线谱，迄个五线谱拢总甲连起来，就变做东顶头迄位的迄个线条的形。像加字，我就甲写讲，迄个红红的迄点，就是迄个阿里山。字的顶头就是德家的迄个山的平原，山的高原。迄个家己的字一直砍出来，就是家己平原。顶头有一个人，迄个人是伫海的顶头掠鱼，甲饲鹅的人安尼。所以逐个人拢，逐个所在拢有一个因所代表的故事，扭出来做灵感，然后去甲写做会使变形的造型、线条、甲墨色，安尼就对啊，这意象书法就是讲会使联想，有故事性，有比如，会使直观，然后咱所写出来毛笔字，外国人看无，但是咱甲解说一遍，讲迄就是单单迄个歌的旋律，外国人后摆去看到，伊就知影讲，这就是你写屏东，甲讲这家己，伊就会当理解。所以我是做这个代志，就是讲会使无分国家的界线，会使互外国人来理解这个代志。所以足侪中国中国派的伫台湾的写毛笔的人拢讲我这较矮，我讲我头较矮，我这较宽，因为中国文化伫台湾是台湾文化的一小部分。像我伫高雄大后壁这条路，所食的餐厅有迄个 Turkey 有土耳其的餐厅，有法国的汤，有迄个泰国的料理，有香港的迄个。迄个三宝饭，有迄个韩国的料理，佫有迄个四川的料理，佫有台湾的肉色饭。所以你也用即个食物件甲看起来，迄个中华料理、中国料理只是台湾所有遮济料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拢会讲，中国文化伫台湾只是台湾文化的一小部分安尼，对。我去成功大学迄个教写毛笔字，结果去成功大学教写毛笔字。就是维文，伊即马做系主任了后，伊希望讲所有的老师尽量用台语来教。拄啊好，我自细汉有训练，我会使好好讲台语。所以我就是规个课我拢大部分用台语教。我迄节课若教了足适拍，教了足好势，教了足认真，囡仔就听无介有啊。大家听我的意思，就是讲咱的囡仔足侪台北的囡仔，也是较都市的囡仔，考的分数真悬，但是伊对台语的理解敢若一部分尔。足侪台语伊拢爱用中文去翻，伊才会清楚。所以我若讲了足顺序，因拢会一个一个问。我当然一个一个爱搁定甲解说。慢慢到期末，因就真熟悉讲我咧讲到底是啥物款的意思，因就听清楚啦。所以嘛是爱有一个过程，甲一个。即个互学生习惯的过程，所以台语即个代志，若准讲真正慢慢的消失，我是感觉是当然也无遐简单，但是嘛无咱想的很无简单，所以要安怎去拍拼，当然这就是
信涵老师甲魏文因咧做诶代志安尼吼，这阮是足敬佩安尼。好，啊，这是真无简单，就是故宫博物院，迄拢是中国人、中国文化诶人伫遐咧处理诶。好，结果咱伫迄落执政诶时阵，我诶朋友会使去遐做科长，伊就真勇敢，希望我会当去遐写毛笔。吼，啊，结果就伫迄落嘉义故宫南院诶迄个建筑物诶头前写20公尺诶毛笔字，啊，所以迄个效果就真好安尼。当然，伊决定要互我写诶时阵，因故宫博物院内底有足侪写毛笔诶人，即个写毛笔诶人拢真积极，讲是安那要叫细汉来写，但是写了因就发现讲，真正是较无共，会使写出嘉义甲迄落规个南台湾诶感情。而且即个作品写完了后，搁伫迄个嘉义诶灯会变做上主要诶一个因，即摆下日涂骹嘛，伫迄个灯会时，伊甲徛起来变做迄边主要诶即个画面就对啊啦吼。所以执政也是上重要诶啦，咱咧拍拼就是爱执政，即个无法度诶代志。执政刚好来改变文化，对，吼，这是大家拢爱去拍拼。啊，即个是南科。迄个南科诶考古诶博物馆，因嘛希望我去写，啊当做因开馆诶主要诶行销诶活动。啊，大家毋知捌去过无？即个南科即个考古诶博物馆，因迄阵就是讲要做迄个南科诶遮诶遮工厂吼，工厂挖落了后，结果挖着死人骨头，吼，啊结果就开始建起来，啊遮个。刘一昌老师因就慢慢来开始来研究这个所挖到的物件，啊，甲起一个南科考古的博物馆。这个考古的博物馆边仔有高铁过，所以呢，因甲我介绍了后，结果我转去了后，就第一句诗含第二句诗含第二句，我就安尼写，哦，结果就是写讲高铁飞奔3秒过，哦，这个古米一看5000年安尼。第一句含第二句是安尼来，啊，这顶头20公尺，20公尺，我当下去的时阵吼，我甲迄个拿车讲，啊，无你甲我载起来一下吼，我先起来感觉一下，啊，做一点仔记号，结果伊就安尼咻一下甲我载去，我就头壳开始小可戆戆啊，心脏跳足紧，啊，结果去了做一点仔记号，佮落来了吼，结果，我就甲我助理讲，我助理当下大学毕业，我讲。太今仔日心脏跳较紧嘞，是安怎太？毋知啥物原因结果我就想，结果伊就足歹势甲我讲，伊拢甲我讲，老师我有炸，我讲你炸啥物？我有炸高粱啊高粱啉落10点半去你写，心脏就无噗噗菜啊，吼，所以这台湾高粱嘛足厉害吼。OK， 啊，这是迄个写的经验，袂歹啊，今天讲是迄个。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是，这是迄个，这是高雄的迄个站1库、站5库，这站5库伫顶头写，伫顶头写的时阵，一开始迄个毛笔，毛笔是垂落来，结果呢，我举起来了，毛笔嘛是搁垂落来，所以你毋知看到我的手无？毛笔本来是安尼，结果我举起来了，伊变安尼。因为我运的毋是墨水，我运的是迄个亚克力的原料。因为迄个壁为着无要互落雨，你若用纸落雨伊就会淡伊就会糊伊就会裂落来。所以一定要用篷布，篷布用墨水就袂掉，伊一定要用亚克力的原料，伊会定伊就黏伫顶头，但是伊加较重，所以毛笔纸变安尼。所以我写了拢一直笔册，写我第一句高雄的歌，我就当无啥会调。结果下底迄台马车就甲我撸一个，我后壁看着海，结果看着海的时阵吼，我看迄海影拢总起泡，拢总笔册，我后壁写笔册拢变海影，安尼就写起来就好啊。所以这就是高雄海影的感情所写的迄个毛笔字，这拢总有长有悬是2公尺半。迄个宽的长是拢总116公尺啦，吼，这目前还阁世界纪录就对啊。
OK， 吼，啊，伊有来4、5个电视台吼，所以营销了算袂歹。对，好，啊，我伫做诶部分内底有一个叫做地质书法。这个地质书法诶意思就是讲，写白号有白号诶元素诶水，头拄啊像讲写家己有家己诶原因伫内底，写冰岛有冰岛诶原因伫内底吼。啊，这是阮伫写白号国中，啊，白号国中，阮着对遐毕业诶，啊，结果50周年，校长就找阮转去，讲要做杰出诶校友，啊，伊着迄个校庆刷了后，伊着甲阮找去校长室啉茶，啉茶就问我讲，啊，你敢会使帮阮做啥物代志？我会使帮你写电视写招牌吼，写看板，啊，用迄个莲花的感觉来写，吼，所以迄个号啊，因为阮的白号的莲花是对土生出来，所以迄个号上下底迄位是对下底写倒起来，啊，迄个国吼写做安尼是，迄个几啊个莲花田中有足侪田花。啊，迄个白倒边迄片就是足漂白的莲花，有一个白号的开口安尼。啊，这是国中生的感觉所写的即4字安尼。我阁有另外阁有国小生写的感觉，看起来阁较幼稚。阁有大人有一个40、50岁的气氛所写的，看起来就是青壮年的感觉吼，安尼。好，啊，结果我就甲因做一个校歌，校歌对，这校歌是我写的，OK，啊，拢有上新闻。啊，迄个校歌吼，其中的旋律变做即个学校的精声，啊，取代古早迄个白河国中所写的迄个叫做啥物？迄个叫做杀猪拔毛迄款的古早的进行曲的校歌安尼就对了，吼。好，啊，这学校的合唱团阁有咧唱，啊，我着去写毛笔的表演，生活拢伫节奏之中，好，啊，这是台湾，写台湾，吼，写起来，迄个台在顶头，拄好一个台湾形。迄个美玲姐姐，我会记得古早，恁有一个迄个背心，我有帮恁写毛笔对吼。迄阵恁伫要做一个festival 的时阵，OK，啊，这我有甲做册包啊，啊，这就是变成有一个表达的方式啦。啊，你足侪人若排这个册包路里行，伊就有一个力伫遐安尼啊，这新营无啥物特产，新营敢若一个糖厂，无啥物特产，嘛无啥物农作物，伊是一个迄个行政中心，所以人拢走来走去，所以新营人即3字就是走来走去安尼。迄个新的上尾一位嘛是走来走去，迄个人嘛是走来走去安尼。啊，这写关庙，是迄个关公的面，啊，所以你看迄个门中遐串串的目牌，啊，若准讲白色的底，就是乌翠秋，下底迄个乌翠秋，啊，若准讲是乌色的底，就是白翠秋。啊，庙顶头迄点是迄个王建民，迄个投手迄粒球。所以你看庙的倒边迄位，迄孙卡像会酸，啊，所以就是用这个感觉来写咧。啊，这虎尾是日本人来台湾，因为糖厂所做定，做一个新的所在。啊，我去甲因演讲，我问因讲，啊，恁虎尾到底什么意思？啊，有一个退休的老师就甲我讲，啊，就迄个古早台湾上大的官叫做王德禄，王德禄，饲2只虎，一只虎走去民雄。啊，迄个民雄的人看到即只虎当做大只的猫，结果斗菜刀就甲切去，啊，迄只猫就死去，就伫遐。啊，结果来阮遮嘛是共款，阮德哥斗菜刀去甲迄只猫大力甲切去，啊，尾留伫阮遮，所以叫做虎尾。我讲你莫凊彩讲讲，这话是凊彩想想的，事实敢是安尼，毋知影。但是有一个较趣味的、较有科学的讲法，就是讲。迄条虎尾溪，若准讲做大水的时阵，伊会像虎的尾安尼旋来旋去啊会做大水，会水会淹过来，足侪田会去互伊淹着，所以是可能是迄个意思安尼。啊，你看迄个虎内底迄个漆，我写甲真细尾是因为虎尾即个所在，因的
条路拢真细条，迄阵就是敢若要少数人去住，知影讲尾啊，愈来迄个人愈来愈济，安尼就对啦吼。啊，这是艋舺，啊艋舺迄个洲，就是变做迄个淡水河，拄好伫艋舺的造型，拄好对头前安尼弯倒落来流过迄条溪。啊，我有问台北的研究文史的朋友，我甲伊讲，到底艋舺吼，即条淡水河伫遮到底是啥物色的？无人甲我讲是哪色的，拢甲我讲是迄个绿瓜仔麦色的，安尼。啊，所以我就只好迄个用这个绿瓜仔麦色的来写。吼，这是写艋舺，啊，这是白色的底，啊，这是马经。吼，咱平湖讲马经嘛是共款妈祖庙的意思。外海吼，迄个波浪海涌诚大，啊，因内海就是叫做平湖，平的湖，啊，内底平湖，吼，迄个平静无影，啊，去掠鱼转来，入来到内海，感谢妈祖的保庇，所以呢，吼，爱去感谢妈祖，所以看到看到妈祖庙，所以迄个经的顶头，迄个就是妈祖庙的宴会，啊，两边是迄个厢房。啊，即个宫有4个环的位，啊，中间一个就是迄个对内底庙行进去，因为感谢迄个妈祖的意思安尼。啊，即个马经写了袂歹，所以即个平湖市的市长，甲即2字做伫恁若算讲有去马经落飞机下手要坐客停车，要去住旅馆，要去食海产，要去看海。恁迄个客停车的所在，对面的壁顶头，恁就会看到即2字安尼，对。吼，啊，这是德山。迄阵有一个人甲我讲，啊，你敢会使甲我写德山人？我讲会使啊。啊，我就问因讲，德山到底啥物意思？啊，我嘛毋知影德山啥物意思，我就敲电话去甲问一个陈老师，伊伫遐做文化历史工作的，伊就甲我讲吼，阮这差不多100公尺较低的所在。阮种的拢是次德，无就是命中德，较大棵，就是较矮。啊，若到400公尺的所在，就是迄个贵德，做扫帚、做扫西的贵德，所以迄个400公尺的所在较瘦，搁较悬。啊，到2000外公尺，中央山脉的边啊，吼啊有迄个正德写钱的字，迄个细细字啊，吼啊发伫迄个山顶，啊，阮采收落来吼，感觉迄正德足油足水，煮了足好食。所以伊就甲我讲讲，阮德山有即三种主要的德啊，啊，我就从即3种主要的德啊，大颗、较细颗、较悬，啊，佮到中上面上悬，所以甲即3字写起来，就拄啊好德山的地形，啊，写了我就感觉足欢喜的。啊，这外国人看伊嘛真有感觉吼，所以我是伫做即个代志安尼嘿。啊，这个是台南吼，台南最近恁有看到一个新闻吼，迄个。陈理信讲要来选台南市的市长，结果伊就毋知去倒买着我即卡册包啊，啊，就上新闻讲伊要来台南选，结果大家拢去甲吹，伊敢若伫台南出世尔，啊，拢毋捌伫台南做过任何的代志。伊咧做立法委员嘛，毋捌替台南讲过任何的话，啊，即摆就是讲要倒来选安尼就对啦，啊，伊就讲即个代志，啊，结果我的朋友拢去伊的面册甲闹话讲，啊，你也毋捌台南，你要来选台南。啊，所以这是真正的一个新闻事件，对啦吼。啊，所以从台南甲写做台湾的形，啊，这个人的上尾啊迄位，就是迄个红花开花的花色，安尼就对啦吼。对啊，啊，这是写高雄的大南部，即摆大南部的边啊有一个叫做红毛港，红毛港的边啊，佫一个叫做红鼻头，这3个所在是高雄即摆想要拆甲迁移的所在。啊，所以遐个人伫遐吼，定定嗅着较歹的空气，啊，所以因就想要搬走，啊，搬走就爱有补助，啊，补助偌济钱，因拢咧争取，啊，伊就拜托我去甲因讲，啊，你来甲阮斗3工，我讲好啊，我来甲你写大南部，所以迄个大吼，就是因甲我讲，古早太祖清气的时阵，因拢伫海底，啊，所以迄个有一个海涌的感觉，因拢伫海底伫游泳，啊，迄个拿就是古早因种的即个甘蔗，迄个甘蔗。啊，迄个布吼，迄个是即摆吼，伊讲即摆变做足侪货柜车，所以布你看一个，
正边下底遐变做一个四角形，迄是迄落啊做啥？货柜车。啊，顶头迄就是变做足侪十字路，迄个草字头变做足侪十字路。啊，倒边迄3点就是讲，即摆即个货柜车来台湾驶过即个大条路吼，啊，拢定定叭叭叭，害阮拢行一条安尼。所以我就用即个去甲因写大拿步即3个字，我感觉写得真好，写得真好。啊，这凤鼻头是凤山，个山一直延伸来到遮，所以迄个凤写作重的安尼。啊，搁一个阿摩港吼，无快好。啊，这去新庄，新庄的这个我去新庄的这个做古的古店头前，啊，我就去住遐写字安尼。啊，伊就住弄古我听。啊，所以迄2个红色的，就是迄个鼓声安尼咚咚咚咚咚，用迄个毛笔去揾红色的去写新庄安尼。好 ，OK， 好。啊，这是我伫阿扁啊第2届要选举的时阵，台湾有一个看守护台湾，啊，这个迄阵的总统府的这个副主任啊，这邓春英，伊含啊真好，伊讲啊无，说咱来做一点仔代志，哦，做啥物代志？即摆中国吼威胁很大，啊，咱来做一个平安符，所以伊就叫我写即4字啊，做台湾平安。这有认真写过，即摆看拢还阁袂歹。啊，若后壁写，即摆看拢会，我就袂阁甲大家讲。结果即个做完了吼，做即个平安符。即个平安符是谁做？是即个林国庆设计师做。林国庆设计师是啥物人？你若有伫注意台湾的新闻，就是即边安倍晋三死去，伊有写安倍晋三4字。哦，你甲反过来，你会看到讲是啥物？关心台湾安尼，伊拢咧做这个翻字的，这个叫做林国庆先生，这我好朋友，啊，阮2个好啊合作，啊，物件留落来，我就感觉真有意思。迄阵做的啦，迄阵做的，迄个较紧。啊，尾啊，他拄啊讲这个是迄个韩国瑜，做选调高雄市长了后，啊，50万人去罢韩。啊，我嘛在场哦。迄阵有一个导演，你甲我翕记录，啊，我嘛在场，但是我毋知影因甲我摕即4字去做某一个大队的上头前迄个队旗，无要紧，吼，这为台湾，这无啥物要紧，会使台湾人接近，这上重要，吼，所以去慢慢来去做这个代志安尼，有啦，吼，做个代志慢慢的会留落来啦，啊，但是真趣味，我做的足侪代志吼，拢无一定趁钱，啊无趁钱的，计是讲历史较会留，啊有趁钱的，就拢钱领了就开了的，无一定啦吼 ，OK， 对啊。啊，这五沟水有一个足水的厝，叫做合兴啊，和兴货房啦吼，伊这嘛是客家话，啊，我毋是客人，所以我袂晓念嘿。啊，我着全台湾4去去重要的景点，我着去遐写毛笔。结果我要写毛笔的时阵吼，我这个朋友，穿绿色的野裤，这个朋友吼，叫做蔡松泰，伊是一个巡山员。啊，伊去巡山员吼，伊含树仔的感情足深的，伊有写一本册叫做《每一丛树仔拢是神》。啊，伊若去对做巡山的，我着去遐含伊佚佗。啊，即摆调转来一个来义的一个大屯的土地所租用的所在嘿。啊，结果呢，我去即个五沟水，啊，伊就住伫万万边仔的庄头的人。啊，我也讲我要来即间和兴货房要来写字，伊就讲好啊好啊，来啊来啊来啊。结果我就去遐写。啊，阮即种人吼，去到遐，啊，即个正边穿即个米色的米白色的即个野裤是厝主，啊，伊手着枪，因太太就毛笔摕出来要叫我写字。啊，即个带先生伊就讲，恁袂使安尼对待细汉吼，细汉是爱好好啊想代志，当好来写字，毋是恁摕来叫伊凊彩写就会使。好，我讲好，来，安尼咱就好好来写一个字。我就甲因问讲，恁感觉客家文化上重要是啥物代志？啊，即个带先生伊就甲我讲，伊讲吼，阮客家文化有一个真趣味的，伊这是四合院。
这四合院吼，伫上中央的所在是阮的宗祠，啊，伫转弯的所在，吼有两字叫做转廊，旋转的转，走人的人。兄弟若袂合，会伫迄个转廊的所在，开一条长椅了，较顶头的所在大兄坐咧，较下底的所在小弟坐咧。老爸若伫咧，后壁有一个老爸，甲因做公亲。老爸若无伫咧，就阿伯；阿伯若无伫咧，就阿叔；阿叔若无伫咧，就叫一个砖头的公亲，爱互因两个讲甲好好，搁做兄弟，才会使。伊讲这是因客家文化一个足重要的文化。我讲安尼好啊，安尼就来做这个代志啊。结果呢，我就写两字转人，写了我就感觉无啥好势。结果因两个就蹛边仔看，啊，我边仔嘛有四五个朋友嘛伫遐看。尾啊，我想讲，家和万事兴，我就将这个兴的顶头摕两支毛笔，一支大支的稳墨水稳较深，迄个代表哥哥；稳搁另外摕一支毛笔较细支，稳较浅的墨代表小弟。两个人一支手摕两支毛笔伫顶头伫冤家。到迄个兴的迄位的时阵，就两个人好如初结果下底迄两点，两个人相看，会使相看，会使相视而笑，所以这个兴就写完了。写完了就做好势，我就去东京咱的大使馆有一个台湾艺廊，我就去遐展览。我要解说互日本人听，足简单的，我就无需要去解说讲写毛笔，这就是几个啥物角度。像你细汉的时，你临摹古早的毛笔字，迄个哪爱啥物几度，爱偌尖，爱个撇，爱撇偌长，啊撇的啥物角度，啊迄个笔位爱安怎拗起来，我即马拢无咧讲迄啊，我著讲即个故事的本身，甲翻做日语，翻做英语，外国人拢足好了解。啊，伊嘛看到兄弟伫顶头咧冤家，看到迄个一就变做一条线，看到迄两点相看，所以足好解说。啊，所以台湾文化比中国文化较简单，啊较准。中国人讲你迟到叫做误点，台湾人讲迟到叫做慢分，给咱分1分钟、60分钟，等1点钟，所以台湾文化较精准，较准啦，对。我就去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写了后，这个厝主就足欢喜的。伊讲我这个家族其实是足厉害，全世界去，拢足有人，无一定。咱即摆现场就有即个好兴好还所出来的囝儿孙啊，也是恁是伊的朋友，即满满的五沟水。结果伊就甲我讲，我要即张作品来翕相，翕个画数足大的，足大了我要来印，然后我要寄互阮全世界阮的乡亲，互因了解讲有一个人甲咱客家文化，甲咱的厝，咱的客家文化的厝写甲遮水，伊即摆要做即个代志，安尼就对。所以真欢喜啊！啊，这个作品我若做出来了后，我就足好解说。我全世界去展览，去布达佩斯，我就足好解说。我去加拿大展览，我去包括去迄个洛杉矶，迄个做啥？沃特迪士尼创办的大学邀请我去演讲，我嘛安尼讲，所以因拢听有。所以有一天无一定就有听过我演讲的人，拢来五沟水佚佗。有可能啊！我去法国展览。就是我去展览迄个白河的莲花，毋是展览西洋的莲花，毋是展览山东的莲花，所以遐个法国人讲要来白河看我白河农民所种的莲花，啊，甲听阮老母讲话安尼。阮老母无读册，啊，小学伊无读，到伊较侪岁了后，才去读迄个暗学啊。结果呢，伊逐遍考试拢第一名，去互选做班长。啊，所有的朋友来甲伊爬伊摕起来算讲。迄个陈妈妈，其实你足够，足够读册，但是你细汉无通读安尼尔。结果阮老母就讲，啊，我多啦，我这长女啦，长女大汉祖囝，爱煮饭，爱去顾牛，爱去种田，爱去做足一代志，啊，无法度读册。结果伊尾啊考试拢第一名，对，伊去读迄个暗学啊，拢第一名，去做班长，足欢喜的甲我讲，啊，我有同学，其实有同学是非常了不起的代志啊！好，啊，这就是我写了啊，标本做好，
啊，就等于遐翕相，所以迄个场地的感觉就足好诶安尼。吼，安尼就是即个新诶故事，即就是我咧做诶台湾文化会写无笔记，安尼大家毋知有了解我咧讲诶代志安尼。吼，好，美浓，大家若到美浓看到迄个山吼，就是大家拢就是客家人咧讲诶应景精神安尼。所以我就恁看到逐个山拢安尼徛甲平平，好啊，我就将美浓白玉老菜头，我就甲写做迄个逐字拢平平，迄个山诶形安尼就对啊。啊，所以你看菜头迄两字顶头就是迄个菜头诶叶啊。吼，啊，这就是迄个30担、20担诶老菜头，吼，伊差不多会使当做药用啊，就对啊。吼，伊嘛定定会讲一寡老故事啦。吼，伊讲一个囡仔吼，对父母无介友好，结果呢，伊就册嘛无介晓读，无要紧，就出来外口，出去都市食头路啊。啊，结果中就是三不五时等于看老爸老母，尾老爸老母过世去了后，伊就想讲我若无要搁转来即个田庄啊，所以就甲迄土地卖，就拢去都市过生活。结果呢，有一个建商甲土地买起来，厝甲拆掉，画落要起迄个厝起大楼的时阵，结果画落了，发现即个原来地主的老爸老母伫土骹带30甕的30担的老菜头，一甕会使卖几啊万块嘿，对。但是即个囡仔已经拖袂掉啊，所以伊毋知影讲即个老菜头是因老爸老母要留互伊的，所以伊无即个福气啊。所以我去拢上爱听，足侪人讲故事就对啊。结果呢，本来因这寒天吼，顶一水种迄落啥稻啊，佮后一水种稻啊。中午寒天的时阵，因会种老菜头，叫做白叶老菜头。结果呢，因本来拢是干那家己去家己收，家己种，家己食安尼尔，无讲大量伫卖。结果呢，高雄市政府就帮因讲吼，无咱来推广，甲迄个美浓的迄个叫做农会，咱来推广即个白叶老菜头，伊较细条。咱古早的菜条较大条，伊这菜头较细条，较幼。伊讲即个老菜头，咱来甲行销，一斤看10块、20块来卖。结果就开记者会，我就去甲因写即个毛笔字，叫做什么？土地生白叶，来自好土地安尼嘿。结果我就去甲因写字，写了记者会煞。佮过一冬，我拄着农会总干事，伊甲我行礼。甲我感谢讲中昼要请我食饭，我总干事啥物代志？伊讲吼，恁旧年甲阮来写毛笔字行销即个白叶老菜头，阮农会存款加3亿，大家想来想去加3亿，遐钱对倒来，大家发现讲应该是卖遮个白叶老菜头来，白叶新菜头啦，新的菜头，下句咱会叫做老菜头安尼，所以诚好，即个厨房吼，特别来甲大家解说，讲大家拢认为讲，即个菜头会冷，伊讲无，我甲恁教安怎料理就袂冷啊，安尼就对啊，所以这诚重要，安怎去料理，这是迄阵所做诶代志，这就是我甲因写诶毛笔字，所以写毛笔字会使当做因诶扛棒去处理安尼，这是另外用因诶古早名，美浓，就是迄个大雾。真高诶雾诶所在叫做美浓山骹你若即摆转来台湾佚佗，有入去美浓，路边就会看到我写即4字啊。好，结果即摆自由时报讲要甲我做专访，甲我问讲要写啥？我讲恁要安怎甲我采访？我拢会甲因问讲恁采访嘛爱采访个好势，我讲恁要甲我采访啥？结果伊就讲我来恁兜看你写毛笔字，我来翕相，甲你翕，听你讲话，我讲恁即个采访若敢若安尼吼，一定足歹看。伊讲是阮要甲你采访，结果你意见遮济，我讲我带恁出外景，因为我真了解美浓人甲我讲足侪故事，我讲我甲恁讲一个故事。迄条路叫做永安路，上头前是一个敬义亭，
就是讲因古早写的字纸了后袂使黑白办，爱摕来遐烧。哦，当然即摆电脑时代较少啊。啊，古早写的字，白报纸所写，譬如讲你去算数学算了，你袂使讲将迄个纸着黑白办，哦，本色黑白办去，哦，本色车去，本对黑白办，伊会摕去即个敬字亭，倒内底甲烧烧的安尼，对迄个字纸的敬重安尼嘿。好，阮着去即个敬字亭，头前写敬字小纸安尼，哦，好写了后，佮弄去因即条路共一条路的后壁，看到即个东门楼，东门楼顶头嘛有4字，叫做大客文明，我就直接写大客文明，用客家人的即款迄个精神落去写安尼，写了后佮转来，哦，写大客文明，拢伫遐涂骹写，热到要死，一直流汗嘿，对。迄个翕相的记者嘛，伊流汗，迄个文字记者嘛，伊流汗，但是有流汗，但有好物件通走出来。结果呢，阮伫迄个中央吼，因有一个菜市啊，迄条路叫做永安街，所以阮就写永世安基。所以即个3个毛笔字，就将美浓的开发史写完了安尼。所以开发史写完了后，就真好势。即个恁若去伫找美浓，甲找我的名，会使找到即个电脑顶头有迄个影片会当看到安尼吼，对所以有出外景，就写了真好安尼吼，所以这是一个写美浓的文化，甲因开发史，用3个毛笔字去做代表性，安尼就对吼。好，然后我有一个故事是金纸的故事。我有一摆要去阿公的墓去陪墓，结果呢，阮妈妈就透早就去菜市啊买水果，买香，买金纸安尼吼。结果呢，要出发的时阵，伊就甲我交代讲，这是水果甲金纸，另外即卡加字吼，大家会记咧加字无？哦，加字就是你去买农药，有另外一款毋是农药的，迄个一条一条加字。即个家子吼，伊所做的，即个家子吼，内底另外一个家子，内底底一个金刷。我讲你头有金刷，伊讲无啦，我着水果甲金纸买了，我去隔壁买金刷。结果呢，我想讲你毛笔遐济，迄个刷店的头家问讲我要创啥，我着甲讲迄阿公的墓顶头的遐个墓牌的字吼，金刷已经退去啊，所以阮爱去订回，阮老母袂晓讲写，伊就讲回安尼嘿。所以我咧写毛笔，伊拢讲我学袂回就对啦结果伊就去摕一支毛笔嘿，伊迄阵渐渐捌字啊，伊看我写毛笔写迄一档啊，伊就摕一支毛笔。竟然我去写的时阵，迄支毛笔拄啊好，甲阿公的墓顶头刻的墓牌，拄啊好会使去写起嚟，拄啊好一画安尼就对啊。好，到阿公的墓的时阵。阮爸爸、阮小弟逐去割草，结果我着去甲阿公的墓顶头批吼，即照阮老母讲的话，我着去写，用金刷去甲写起，写起了后，我着写着阮阿公的名，写着阮老爸的名，写着我的名，写着阮小弟的名。突然发觉讲，原来这就是伦常啦吼，咱讲这就是一家伙仔人的伦常安尼嘿。结果呢？写了，我开始发现讲，我开始要写字。我的正手摕一支毛笔，倒手摕一个金刷，叫阮老爸伫拆金纸，就伫个土地公拆金纸，我着看伊顶头手里摕足侪金纸，我着甲摕5张起来，我着开始要写字，我着写即个。爱祖先，写祈求平安，结果搁写，搁写一张，结果倒边迄张大家看，我着写出游，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国中的时阵，阮阿公拢4点叫我精神，伊有时会去挂绿地仔笋，有时阵伊会甲我煎卵，用迄个苦茶油煎卵，
烤茶油、煮面线、顾我胃肠。我真还佫常常安尼做。我若胃感觉做，就烤茶油摕来啉一罐，也是摕来煮菜安尼。结果呢，我就会记得阮阿公古早甲我讲的故事。有一摆，咱庄骹就是伫读册，就是饭桌啊嘛，伫饭桌啊读册，伊就卵用即个茶油煎好，面线用茶油煎好，就要互我食。伊就走啊，结果走了，有一遍佫走倒转来，伊就甲我讲：阿孙诶，阿公啥物代志？你若读册，若踮阿公讲话。阿公即摆慢慢老啊，老会死去，你毋好伤烦恼你当做阿公去佚佗，无转来安尼就好啊。阿公摕甲我讲这，佫讲一个遮智慧诶话安尼结果阿公就去做工课啊，我就读到6点，我就爱骑脚踏车去培育高中读册。迄边诶印象真深。经过3冬阿公破病死去安尼，了后就伫阿公诶墓头前。阮就迄日回望的时阵，我就来到遮，伫阿公的墓前，我就灵感真好。我就伫先写头拄迄3张，写了我阁有金刷，阁有毛笔，我就伫阿公的墓的边啊。这金纸细细张恁知影无？差不多无一个手掌遐大张。结果呢，我就想要写字，我就阿公甲我讲这个故事，我就写出游安尼写2字。尾阿公过生日。结果呢，这4张金纸一直留伫我的file夹内底。我有一天要去巴黎展览，我的作品一张一张，搭飞机到巴黎。结果呢，我的file夹内底有真侪物件，结果迄个画廊的头家，看到我来就和我讲话，用语和我讲话，讲伊甲我讲，伊我就摕file夹互看。我讲这就是台湾的台积电和我合作的代志，这是胡孝贤和我合作的代志，这是啥物人和我合作的代志，就现到这4张金纸，这4张金纸足明显嘛，足明显，这个纸的外国人看着足明显啊。结果伊就甲我问讲，这是啥？我就想讲，我要来甲因解释，甲外国人听有金纸台湾的意义安尼就对啊，结果我就甲迄个画廊的头家讲我讲。这个金纸是台湾上侪人伫用的版画啦、版画安尼啦。伊就头毛咧烧啦，伊就甲我讲你讲台湾人上侪人伫用的版画，到底是偌侪人伫用？我想讲，伊搁问这，我想讲我要来甲回答。我就甲讲，活着的人伫用，死去的人搁继续用啦，安尼当做钱啦。伊讲死去搁用遮侪钱台湾人真好野。你要讲真好野嘛会使啦，为着国家的民主，我一定甲伊讲台湾真好野。伊讲，这4张写啥物？我就将故事讲互伊听。讲这张出游就是你写我和阿公的故事安尼。伊听了讲，这张一定爱展览。我讲这张无迄落呢，无真空呢。伊讲免烦恼，阮隔壁迄个对面3、4个街口遐有一个美术用品的小品目，你会使去遐买到一个坑，搁买到一个迄个黏的迄个浆糊迄个加纸加水胶水，你会使搁用安尼就对啦。结果我就喊我的助理要出门，伊就甲我画重点。我讲啥物代志？伊讲因为你金纸足细张的所以你爱写较大张的我讲好啊，你爱装坑装大张的，我就去买一个坑超像咱伫教室内底看到迄个孙中山迄个相片的坑平大安尼就对啦，安尼就咱伫厝里，咱的大人过生日，迄个摕伫厝迄个人头上遐大张就对啦，安尼。结果我就转来了，伊讲真好真好。结果我先去里昂找国舅父，然后我佫倒转来了，拜六下晡5点要开幕，结果我转来3点半，结果我发现伊将这4张金纸下伫上重要的位置啦。我甲问讲，为什么这4张下伫上重要位置？讲这4张上有台湾文化。我讲安尼讲嘛是无毋对啦结果呢，阮5点开始开幕，6点、7点半的时，伊就甲我发去讲，你的出游这张金纸卖去安尼啦。我讲
送马安尼啦吼。我讲，伊甲我讲，哦，啊，你甲看迄个胖胖迄个意大利裔的法国人买安尼啦。我为什么伊要买啦？即个画廊的头家甲我讲，啊，我著将你的故事讲我听，伊就讲伊要买啦。伊讲吼，伊自细汉含因老爸吼相依为命，妈妈离婚走去啊，伊含因老爸相依为命，到伊结婚有囡仔，伊嘛是含因老爸真好。因爸爸伫3个月前过身去啊，伊总毋甘，啊，定定还佫目睭含着目屎，讲话就会连来安尼。伊讲吼，听到你一个台湾人所写的金纸的故事，伊想要对今仔日开始，含一个台湾人的想法共款。伊对今仔以后无要阁悲伤啊，当做因老爸去佚佗无转来安尼就好啊。就即个画廊的头家叫一天，伊就甲我讲即个故事，所以买一张。啊，我甲问讲，啊，你卖偌济？伊讲无啊，咱隔壁拢有写咧啊。算算啊，拄啊台票15000啊，安尼啦。啊，结果就真欢喜安尼吼，啊，迄张卖，啊，另外阁卖几啊张安尼。好，啊，展览就煞，啊，就转来台湾。转来台湾了，阮老母伫我的猪条边仔咧洗菜。我就转来，我甲阮妈妈讲，讲妈妈，啊，我转来。伊讲啊，展览有顺时无？哦，有顺时啊。哦，妈妈，你会记哩？我伫咧阿公的墓边仔写毛笔迄个代志无？伊讲我会记哩啊，但是你定定怪怪，这我知影呢。结果我就甲讲吼，讲啊金纸迄个写毛笔吼，伫法国卖去呢。阮老母本来伫洗菜，伊跩听伊讲啊，金纸也有人要买啊。我讲金纸有人要买，因为顶头写毛笔有一个故事，所以金纸法国人买。啊，你是卖偌济？伊本来旧咧吼，啊，你洗菜拄暂停咧。啊，我讲啊，迄张卖15000，伊跩脏车啊，啊个菜拢下咧，跩徛起来。伊讲阿囝，阿母自细汉甲你教你爱老实，你明明金纸一张无甲2角，你才会使讲卖15000安尼。我讲吼，妈妈，迄卖15000毋是我决定的，是全世界上大的艺术市场伊决定的。伊讲艺术市场会使决定，迄个金纸2角会使写毛笔了后变15000。啊，若安尼明年吼，搁来回望的时阵，啊无你加写几张。我讲妈妈，艺术毋是安尼啦，艺术发生了就袂搁发生啊。迄张做了就搁做啊，伊就会变做另外一个作品走出来。结果阮老母讲，假奇怪，咱田林的奶子今年捌了后，明年搁会生；咱田林种的阿姆卡多今年生。明年阁会生，咱一个往来，今年生，明年阁会生。敢若你的艺术，明年袂阁产生。我讲会使产生别个作品，但是产生无共款的物件。啊，好啦好啦，你这种怪怪嘿安尼，所以这就是迄个金纸写毛笔的故事啦。我逐下去演讲，这个故事大家听了拢一直笑，而且阁有足强的台湾文化伫内底安尼。OK， 哦，啊，这是我的第8本册，叫做《自由》。你写讲我伫全世界写毛笔，啊，伫到迄个所在写毛笔的过程，有法国的，有日本的，有迄个韩格瑞的，啊，搁有其他的话无收入来就对啊。是台南教会公报社甲我出的，因出的第1本，毋是信用的册就对啊啦。啊，字的质感真好，是日本进口的纸质，袂反光的。好，啊，因为阮爸和出山莲花。啊，我著伫少年，我伫白河迄个时阵，住伫迄个低调13栋内底，逐日拢伫莲花莲花园内底透早，逐日看莲花，看伊几点开，啊，第几工会谢，啊，画莲花吼，啊，就开始画，画到尾啊，我著含种莲花的农民开始讲话。迄个农民吼，爸爸若看到先啊乌乌啊，我著将莲叶画了绿色内底，搁乌乌啊。啊，伊若足悬的，我就将莲花的管画了较长较悬。即个莲花的种莲花的妈妈，若看咧窈窕美丽，我就将莲花画了若像咧跳舞。即个妈妈若较胖玲，啊较胖小块，我就将莲花画了较巴甜。啊，即个因所生的囡仔，即个囡仔若准讲较活泼，我就将莲子画了较长，会活跳跳。啊，若因生的囡仔即个较骨来读册，啊较老实，啊较古意，我著将莲子画了较圆，画了较
甲巴动安尼。所以我毋是咧画莲花，我是咧画迄个种莲花的农民所产生的故事，啊，甲用因的故事变做一个毛笔字，变做一条图。啊，计我出的这本册是木马出版社所出的吼，共和国集团的。啊，第二本册捌入选过各中的国文课本，然后内底佫有写4篇小说，即个其中一篇小说，佫去互一个作曲家郭教授甲改做30分钟的音乐剧，吼，网络无一定恁看会到，伊会使解码了，会使互大家看，吼，会使看会到，是伫讲白河莲花音乐剧，安尼就对啊，吼，对，啊，这是我的白河的低调改装了较水俗化，啊，这祖囝迄阵细汉，即摆14岁，吼，啊，这是风伫吹，吹倒边的安静的真。当然，风吹倒边，敢会使吹正边，当然嘛会使，吼。啊，这是乐乐关关，吼，啊，这个一种阅读啦，吼，阅读，对。啊，这是所做的灯，啊，这个灯一点一点就是莲花，啊，这迄落直直的，就是莲花的管，啊，平平风伫吹，就是莲叶安尼嘿，甲意象甲扭过来，安尼就对了，吼，扭过来，比如来用，安尼就对了，吼。好，啊，这就是即马，即个拄我本来要去找陈耀昌，吼，伊就进前迄个斯卡罗，恁去看嘿，伊拜托我甲伊做一个，我就做一个写一个字啦。我问讲啊，你人生上重要的字句是啥？伊就甲我讲，伊认为伊活到真正济岁，人生有6字，叫做人伫做，天伫桥，所以我就甲桥顶头迄个写做天，啊下底迄个高的下底就写撇来撇去，就变做伫桥。我歹势，我头拄伫找无，有图档啦吼，有图档，若要找就爱去找。我就去迄阵当伫即个戏当伫公共电视伫做诶时阵，我就去遮找遮个所在，找个历史，啊去写，吼，去找恒春，去了解即个故事，吼，就写着石门古战场，写牡丹，因为即个牡丹咱拢叫讲是花，结果毋是，即牡丹是一个音，啊，迄个音是讲是一种牵tình的花，所以我就写做迄个牵tình的感觉，吼，迄个花的名我即摆袂记咧，爱看我写的文章嘿。啊，恒春是一个城门，所以迄个恒吼，就变做一地一地庄啊，恒春城的庄啊，安尼嘿，用即个角度去写安尼，吼，啊，就一张一张去写，啊，写高雄写阿公店。哦，大家想讲阿公店敢是迄个进前迄个哦，有迄个确诊染疫迄款的迄个老查甫人去唱歌的所在，吼，迄是台北的阿公店。阮高雄的阿公店毋是即个意思，是一个地名，啊，佫有一条溪叫阿公店溪，是安怎叫做阿公店，啊，佫叫做阿公店溪，因为因遮的做文化历史的人有甲我讲这阿公是一个即个。原住民本地原住民的音是叫做关真花，你毋知捌看过关真花无？关真花是像咱的大巨翁安尼，遮粗，然后圆圆落落，差不多2公尺，伊会使古早种豆仔做迄个架，啊，然后吼，伊顶头所开的花是白色的，因的意思是讲，即个溪阿公店溪。伊的流过的迄个水影，造成啊，迄个阿公，就是即个叫做关真花的迄个花色，啊，去互风吹的感觉，啊，所以我就用迄个圆圆落落的即个关真的感觉去写这3字，啊，感觉写了有完了袂歹，对，阿公，啊，我边仔有将即个故事写落来，啊，佮甲翻白，因为伊是。白色的花嘛，吼，啊，这都会使来做足侪代志啊，对，会使做衫裤，做帽啊，做杯啊，做茶鼓，做任何物件，对，吼，这阿公店关真花啊，关真拿的花，安尼马卡豆做的，对，好 ，OK， 好，啊，这阮庄骹有一个少年的，所以咱拢较有会啊。啊，我伫你的面头前讲有岁啊，是真实的吼。但是比咱较少年的，所以即个
日头花这少年的出来吼，咱就感觉较放心啊。所以我就是去因这个后一辈这少年的开始做社会营造，做社区营造，啊，就婚林有一个庄，哦，最近台湾有一个院士叫做李丰茂，伊是去做导师，伊就是即庄的人，哦，啊，伊为着要研究导师，家己搁去亲身去做导师，去学导师，啊，搁有牌，啊，搁去爬倒推安尼就对啊。啊，我就用因二五即个庄头的感情，哦，因咧古早是一丛树啊，迄个树啊无讲足悬，哦，啊风一吹，啊，搁有一个一个湖，所以迄个湖有一个水影的感觉，我就用即个去写，写了变做伫因伫即个足大的即个水塔顶头，变做因上重要一个意象，吼，啊，所以逐个人去拢会看到因即个意象的标志，即边真好，古早我咧写毛笔。定定是写了后，我的囡仔去用摕起来，去互馆长吼，啊当迄个馆长的囡仔安尼。啊，阮无介欢喜，啊讲嘛无啥效，当然嘛会使大抗议啦。啊，即边上好，即边即个大水塔顶头，啊因去做一个白梯啊，吼啊做即个鱼伫顶头，啊边仔囡仔是我的囡仔系安尼对。所以我来去负责写歹来去互骂，就是讲啊这单细写。啊，若写了好，因会讲啊，甲你鼓励，甲你学落安尼对。哦，啊，这是法国的教授，伊开始发现讲我咧做这个代志。古早台湾咧写毛笔，写的拢是快乐、平安、正面、幸福，啊，迄个好业，啊，做官、富贵、皇帝、好命。啊，我即摆伫写的毛笔字是伫写小所在，写人民的辛苦，写即个种田的人伊偌辛苦。啊，莲花毋是你文人你看水的，是农民种了有收成，伊当会使去迄个好好啊，互囡仔注册，会使去读册安尼。所以我咧做即款人民的辛苦的过程来变做遮个毛笔字的发生。啊，即个法国的教授尤兰，伊了解我咧做即个代志，所以伊就甲我研究，研究写一篇论文。法国拢总有4个教授伫研究我写毛笔字，一个即个尤兰，一个叫做高戈夫国舅夫，啊，一个叫做罗雷亚，一个叫做单方位。啊，单方位教授过身去啊，伊就是将我的毛笔字号名叫做地质书法的人，吼，啊，伊有2冬前癌症过身去啊，安尼。好。结果南营学即个研讨会是全世界的学者来，也有日本的学者来。伊伫研讨的时阵，有2篇论文发表艺术的，一个是研究我的论文，另外一个论文是研究迄个红通阿通伯啊，阿通伯啊有一个某，啊，佮尾也要娶细姨。记者甲问讲，啊，你娶细姨要创啥？伊讲我伫遮画图，无时间去卖烧酒梨。我带一个细姨伫迄个庙头前斗卖烧酒梨，我当有时间通啊画图。吼，红通阿通伯，啊，伊就发现讲我咧写即个物件真趣味。啊，即个发表的论文是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伫发表。啊，即个活动的总主办的人是。即个马赛法国马赛的教授叫做艾莫利，啊，即个尤兰含伊是好朋友。结果伊咧发表这篇论文的时阵，因有找我去，所以我拄好有在场。啊，伊写的是英语吼，我只有一半看有尔。虽然咧研究我的物件，好，结果呢，伊就研究我安怎写白号，安怎写小所在，安怎写涂沟，涂沟内底有6个小砖头。叫做无竹围厝，就是讲迄个砖头无竹啊，通啊围咧，一间厝叫做无竹围厝。啊，即个搁另外一个小砖头，可能敢若10户尔，叫做过沟。你要过一间做一个沟，你才会去到迄个所在，叫做过沟。啊，我拢甲伊迄个感情写来，爱去研究即个代志。尾啊，伊即2天搁敲电话互我，即个艾莫你搁敲电话互我，伊甲我讲，安尼，阮即马想要来。研究你所写的即个物件，然后阮即个研讨会要编做一本册，
册的封面本来是迄个海报，但是伊感觉海报真歹，伊希望我写的一个台湾书法会使变做伊即个论文的封面，所以即两日伫下面讲即个代志，袂歹啊，我赢吼，所以我咧做嘅代志有受到伊的认同，当然我咧做嘅代志嘛，定定台北一只嘅贵族。即个书法家拢甲我批评，拢批判，那是一定诶。其他有权势诶人，有迄个教授职务诶人，因嘛是拢会甲我批判，因为因所理解诶迄个中国书法是因即摆上时行，因感觉迄上好诶，所以我着爱去见到足侪人，啊无要紧，反正已经见到30档啊，就是佫继续见到安尼尔，所以我即摆想要转来白河开一个。咱家己的美术馆，我着甲叫做台湾书法艺术馆，就是咱有一个场地，甲大家宣誓，讲伫遮台湾书法、中国书法，咱开始虽然一个台公马虽然菜，我就是要来遮，有一个所在，后摆所办的研讨会、所办的展览、所办的活动，拢是叫做台湾书法，无要佫叫中国书法啦，安尼就对啊，所以伫遮甲咱的乡亲做报告。我咧做诶代志安尼，差不多到4个月到5个月就会好啦。内底有10间诶房间，欢迎大家来住。来食莲子餐，来食莲藕粉，来和阮老母讲话，讲台语，OK。好，这是我去东京，这我古早去演诶戏啦。恁恁知影古早边迄个时代有一个讲台湾苦难诶故事，迄个戏叫做《台湾笔合》，我有去演15集。演到尾啊，要去迄个布达佩斯，去展览。我导演讲，我要迄落呢，我要去出国展览啊。我诶戏敢演完啊？伊甲我讲，问题你诶戏演啊袂完呢。伊讲我真头疼。伊就讲好，你明仔载来，后日来，我来研究要怎结束你诶戏。结果呢，我着迄落到了后，导演就甲我讲，你今仔准备一下你今仔爱落水，爱去海内底你小准备一下。叫到下晡适用的时间，伊就讲你即摆要结束你的戏，所以我咧安排你行入海中死去安尼。所以我就向着迄个夕阳的日头，我就一直行入海中死去。因为我毋捌演过死人，所以我就一直行，行到上尾海水淹到岸本的时阵，我就慢慢向前，结果头就慢慢切水，然后我切到水内底时，我就变过来。我向下底一直因为我要互导演翕摄用，结果袂歹，一遍就完成啊，无 NG，因为我嘛无去炸别项衫，迄出戏演完了，导演互我10箍，伊讲这咱这出戏死足侪人，所以你讲伊嘛甲白色较无诶代志，因为死足侪人，所以阮红包古早拢包100包括遮个无钱剩10箍尔，请你见谅所以我就尾去。去展览，去澳洲展览，还是迄阵呢？迄个演戏的剧照啦，剧照迄个蔡金南蔡金南现场看起来足歹第一个迄个是刘尚谦，甲佫一个迄个什么货好，我要大家讲，即个物件就是讲，上代表台湾的花，即摆慢慢有即个共识啊，就是叫做台湾笔合。纯正的台湾笔合，毋是铁炮百合，嘛毋是其他的百合安尼。即个台湾笔合100我伫日本展览的时，我嘛安尼甲因讲，我讲100外当前伊伫台湾完成整的，然后100外当前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因甲即个台湾笔合炸登去日本，种伫因的门口埕内底，即个花当作是因思念祖先。上重要的花，好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骆明勇，伊伫台湾拢伫发台湾笔合的花，伊伫新竹做即款做足即款代志安尼结果呢，伊就规家伙去东京的俗野公园，有诶高演去佚佗，伊个人敏感度真悬，对台湾笔合花的敏感度真悬。伊转来了后，就面册铺一个文讲，伊伫迄个派出所上野公园的派出所。看到台湾笔合的花，我就敲电话互伊讲，迄花当时会开，讲差不多搁2个月会开，结果我拄好去，
去了后，我的朋友甲我讲一个故事，就是讲有恁知影，大家知影王玉德，佮知影黄昭同，昭同先呢，因两个大家较了解，但是因迄阵有6个人伫日本伫做台湾独立运动，结果即内底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黄永顺、黄永纯、纯洁的纯，伊要过身，伊是台湾吼，要食任何的头路，因为伊去反国民党，所以国民党甲伊掠去关，伊有记录，所以伊尾啊，伊就走去日本。为什么走去日本？因为伊是台南，伊是台南的家族啊，伊是台法律系毕业的，因家族啊诶人，若伫公家单位上班，若和伊有关系，拢无法度升官。伊想讲啊，若安尼我走来日本好啊，所以就走去日本。但是因的家族啊，的人有法度升官无知影，但是伊就想走去日本安尼，走去日本娶一个日本太太，生3个囡仔。啊，伊照常搁咧做台湾独立运动，但是伊就含因意见小可无啥共。结果呢，伊就要过身，过身进前，伊就甲因祖囝，即个中即个穿白色的衫，是伊的祖囝，是一个气科医师。因祖囝伊就甲讲，甲因遮个，伊拢总3个囡仔，一个查甫的，几个我毋知吼，3个查囡仔，3个囡仔。结果即3个囡仔，伊就甲讲真歹势，爸爸即摆破病啊，用要死去啊！我在生拢无法度好甲你照顾，我咧做台湾独立运动。互恁妈妈做上辛苦的工课，去共撸涂骹，去共洗衫，去共煮饭安尼。好佳哉恁3个拢真出发，2个做医生，1个做工程师。好，我即摆要过身要死去啊！恁毋免甲我笑脸，嘛毋免甲我同情，嘛毋免对我偌好，你着甲我骨夫吼，刺个压压就好啊。结果伊死去了后，因祖囝爱转来台湾请伊的出世证明。结果伊中央申请的迄个法律的事务所内底迄个小姐，迄个秘书长含我真好，伊就带伊来看阮伫上野公园的展览。结果伊就介绍我互伊熟悉，我就甲伊讲吼，真歹势，恁爸爸真辛苦，是台湾人欠伊的吼。所以呢，我希望我会使帮恁爸爸写一点仔物件。结果我搁去的时阵，即个秘书小姐有带伊出来，阮就伫迄个樱花树骹坐伫遐，伊好啊，甲我讲伊的心情甲伊的故事。结果我甲讲，咱来找台湾百合花。结果就伫上野公园内底，即个有栅栏、有栏杆，迄个内底生台湾百合花，伊就对迄个栅栏的内底百合花生出来，所以意象就非常好，就是啥想要花去用关咧，啊要找自由安尼共款。所以我就甲讲，咱带只写恁爸爸的名，所以我就摕。黄永顺，我就找一个黄色的字，搁用一个绿色的迄个色，2支毛笔做伙写因爸爸的名，代表是即个纯洁的花安尼。写了，阮就直接翕相。尾啊，伊因为我甲伊做即个代志，台湾一个艺术家，吼，搁帮因妈妈义务做一个塑像，迄个捏土的塑像，结果呢，即马要送伊，疫情期间拢抑阁无咯沟通，但是已经做好了要送。然后伊甲我讲，因为我的关系，我帮因爸爸做这个代志的关系，伊讲伊开始要学台语甲中文，所以伊即马开始学台语甲中文，开始要好了解台湾，甲因爸爸和台湾的关系安尼。即个代志我有甲当今的记者，伊有写3篇，有都报登来台湾。第2版啊，第3版，全国版第2版啊，第3版安尼。佮正边迄个小姐是阮上好的朋友。恁知影台湾有一个电影叫做《卡农》，就是魏德胜伊拍的迄个电影，迄个野球、卡子勇、甲子园的故事，台湾去得第2名。伊就将即个故事写做日文，吼，迄个日文的一本册，作者是伊，伊已经写8到10本册安尼就对吼，拢较口袋书啦，但是去我拢会含伊做伙安尼，所以我就是去含伊做伙。因为即个正平即个米家小姐，
伊嘛是想要了解这个黄永顺的故事啊，所以做伙来和阮做伙安尼就对所以反正我就是做这代志，就是会当为台湾做，啊嘛去感念孝念黄永顺先生为台湾所做的代志，这就是台湾人欠伊的安尼OK 啊，就迄阵啊，东京奥运的时阵，奥运的时阵，迄个我就感觉讲，迄阵就是讲，这个是迄个李金华老师，恁应该拢捌，就是讲，逐个人拢讲迄个奥运啊，拄啊好两个人，迄个羽毛球的迄个双打，啊，到底含中国队相这个相拍，啊，到底上尾啊，迄个球到底是有引还是 out？啊，台湾就产生足一人讲好，啊，要将迄个 T 啊个台湾写出来，啊，迄点就是迄个羽毛球，啊，逐个人拢伫遐写，啊，因为阮兜无电视嘛，我反映到2、3工了，我发现讲，因是迄个台湾写起来是用迄个印刷体，我讲安尼也对，我咧做设计安尼也对，所以我咧开始从奥运好啊了解，所以迄个 T 是迄个双打的羽毛球场，迄个 A 是倒球。咱有倒球的表现袂歹，迄个 I 是一个组囡仔钓铜牌，伊是迄个为着要搁较瘦，所以伊就去减重，比下一个体重的迄个量级，伊就去拍，结果伊得第3名，迄个跆拳道的第3名，迄个 W 是迄个郭敬淳，伊迄个亚当举重的，啊，迄个 A 我是迄个游泳的，迄个 A 甲反过来变做 A 安尼就对，迄个 N 是迄个。迄个体操迄个，所以变做安尼写，安尼写起来就做好啦。做到3个，做无啊，伊阵仔就卖了真好，对，做先生，哎，时间爱讲者哦，好，差不多啊，我搁讲几分钟，2分钟好，我来收尾所以我咧做的就是这个代志安尼这是报的新闻啊，我的朋友迄个副指挥官，伊就是挂咱做的这个翠翁这有一个枕头这个联会所做的枕头，好无要紧，反正慢慢做一个椅啊，这3字变做这3条椅啊，对会使卖20万这3条，搁这用台湾的故事所做的灯，搁有一个拍车啊，人生若不如意先拍车啊，然后呢归零开始，搁来开始做工课，嘛要和人合作，3个人爱去合作，然后无规则的四角形的，你继续做，人生一定不如意，无要紧，无规则，等到生命较趣味，就一个四角形的电火就对啦，倒灯啦，左灯这是这证明这个就是甲书名写的大人大种，我有去东京，伊去古落找伊这是恁爸是台湾人，证明迄是恁祖妈是台湾人，这是这归南拍火弗雷迪找我来写，本来想讲归南拍火是要有查甫穿的，迄个好爸母要有查某穿的，结果发现足侪查某拢去买归南拍火咧穿，敢若我就伫迄个高铁站拄着3个，形象大大，海来海去，顶头写归南拍火是我写的安尼，我那真壮观生毛戴甲，这外玉顶头迄个是外玉，这是大人大种，大人大种这4字尾也是署名的车顶头，用这4字甲伊的人像做迄个封面，搁另外我帮我写的嘉义人是迄个啥，古早的迄个嘉义人，迄个国史馆的馆长，伊过身的时阵，伊过身的相片就是派我写的嘉义人的册包对，所以我做这个，但是所有足侪台湾人开始想到真正的台湾人，伊的到底伊是啥物出身安尼，这个有迄个苏西莲啊，对，安尼，这出过的册啦，出过的册。迄是日出日落，是用有影像伫看电影的写毛笔的册，这是第1本册，这是第3本册《爱情》，第2本册《何年何月》，这第8本。
安尼，即个佫讲真久，有机会再佫讲。好，以上甲大家某一程度分享过来咱会使佫来讨论其他代志。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拢来甲这啦，拍一下手无爱咧，哇，太精彩，太精彩了吼！我实咧吼，有甲有，我今日讲吼，咱时间的关系吼，不得不吼爱甲伊拍断吼，伊这遮精彩的演讲吼。咱即马头一个，咱来请何信良教授来甲伊做一个回应，多谢。何信良教授请。来，大家好啦吼，这个真精彩的演讲啦。我想吼，咱细汉的这个老师啦，伊的毛笔啦吼，有几个。我粗浅的了解啦，因为我毋是艺术的专门啦，我原本要请迄个阿田老师，就是迄个历史博物馆的前馆长，之前有来咱遮就是讲过来。偏偏是艺术方面啦，做一个回应安尼，但是阿田教授讲伊即马今仔日较无方便啦，伊即个时间较无方便，所以就讲另讲有机会再来甲大家讨论分享安尼，所以今仔日由我来做一个回应安尼在我想起来啦在我看起来啦这个艺术啦细汉老师的艺术啦已经完全脱离所谓的书法的迄个范围啦，传统观念所谓的书法的范围啦因为传统的书法啦所谓的这个书法就一定是爱写迄个就是什么用迄种什么永字八法有无因为一个印字安尼就是一撇每一撇每一栏每一个勾拢爱照伊迄个一定的规矩啦无搁来就是讲伊就爱迄个有各种无共款的中国的古早人写甲较厉害迄个人的迄个毛笔帖啦就是爱照迄个一定的规则啦。但是是安怎？因为即个物件伤传统尔，所以即个咱若讲无做一个突破啦，永远照即个中国即个规矩啦、来去做啦，安尼永远你就是限制伫即个书法会当作用的物件真有限啦，真有限。咱头仔听头拄仔迄个细汉老师讲的，你看有迄个生命的故事啦，在地的迄个特色啦，有无搁有迄个国家民族的迄种情感伫内底啦。你若用传统的毛笔字其实当然啦，因会讲因有法度表现这啦，但是事实上这个表现起来是曲折的啦，就是讲弯弯翘翘，你爱但是像迄个细汉老师伊写出来安尼人一看真简单地当了解安尼就是足符合现代精神啦。我感觉这是这个书法的艺术顶面一个足大的突破，足大的突破安尼就是你若看，这互我想到什么物件咧？我用过写过一本诗集，叫做《iPad 甲杯仔》啦，是李江 Q 基金会出版的安尼，iPad 甲杯仔内底有一首诗啦，就是讲你若甲杯仔当作是杯仔啦，伊就敢若当作杯仔来用，但是你若无甲杯仔当作是杯仔。伊就会当啥物拢是啦，就是讲像我讲你若是插花伫内底啦，咱讲咱要安怎甲一个杯仔变做毋是杯仔啦，3秒的时间就好啊。来，你看这是一蕊花啦我若甲歹势这是一蕊花，我若甲这花插入去这个杯仔内底啦。伊就变成毋是杯仔咧，伊就变花干啊，对无？伊就变花干啊。我若甲粪扫等入去内底，伊就变成粪扫桶。我若甲即个两边穿一空啦用迄个一条线甲穿过，挂伫我的迄个挂伫迄个颔棍遮，就变破咧啦，对无？我甲阮查某囝耍的时我就讲来，恁看火车过来噗甲伊摕坏啊，变火车，对无？所以你若甲杯仔当做杯仔啦，伊就敢若一种用途，伊就敢若会当当做杯仔来用。但你若无甲伊当做杯仔啦伊就会当啥物拢是。就我看起来细汉老师的这个毛笔字啦，就是你若甲毛笔字当作是书法啦就是中国传统迄个定义的所谓的书法来看，伊就敢若当做书法来用。但是
你若无甲即个物件当做无甲毛笔字当做书法，吼，安尼伊就会当啥物拢是安尼，像细汉老师安尼吼，哇，其实咱吼南考古馆啊吼，迄个我顶礼拜才去尔吼，因为吼，伊嘛迄个主任伊嘛有甲我讲着即个细汉老师迄个故事，伊嘛摕迄个资料嘛，因为吼，阮有咧，因为因要招我做2集迄个啥。台语听有无啦吼？用南考古馆的内底馆藏的遐个物件，遐个讲较歹听就是遐个死人骨头啦，吼古早原住民的骨头，啊，甲遐个原住民吼，台湾遐原住民的迄个因所用的即个手环啦吼，啊，因较特别的是啥物耳尖啦，就是咱是耳狗是交伫耳仔对吧？啊，伊遮大圈啦吼，啊，尖伫耳仔啦，所以迄耳仔吼耳堆拢啊乌足大空的啊。遮尖落，哦，足恐怖的，哦，反正就是有一寡物件要写，啊，所以我才拄去尔，顶礼拜，啊，有迄个啥，迄个主任嘛有分享着，即个细汉老师讲伊开幕的时，就是有迄个书法的、迄个毛笔字的、迄个物件咧，啊，介深色啦，吼，介深色，所以吼，即个。我感觉细汉老师即个毛笔字啦，吼，即个毛笔字，伊毋若突破书法的范围啦，哦，啊，像伊家己讲的，伊嘛突破中国的范围安尼啦，吼，因为咱若讲吼，照中国传统的物件落去用吼，啥物拢爱言必称中国啦，吼，就是安尼吼，你永远就是干那去互中国古早迄个物件空掉咧啦，因中国家己拢无咧信迄个古早迄套啊，但是咱台湾英国教育啊，吼，就是互咱。锁入去1000年前的中国啦，像咱拢讲啊吼，背迄个啥物，啥物，互囡仔读经啦。台湾较即摆有真济家长读甲学校安尼相信咯，读经啦，读迄个中国古早迄个经册啦吼，三字经啦吼，啥物释时贤文啦吼，啥物百家姓啦吼，啥物百家姓啦吼，安尼遐物件，讲读遐物件吼，会当互囡仔吼，啥物修养较好啦，安怎啦？就是要甲家己锁入去1000年前的中国啦。我拢讲啊吼，迄个啥，迄个所谓迄个物件啦，伫中国叫做什么物件？你知道？伫真正的中国文化叫做蒙学啦。蒙学是啥物？囡仔要启蒙教育啦，吼，启蒙教育。囡仔要启蒙教育，就是讲以前的汉学啊，吼，要互囡仔学汉字啦，啊学汉字啊吼，因无现代教育的概念嘛，所以因就用迄个什物三字经啦，吼释时贤文啦，吼什物迄个朱子家训啦，吼朱子家训啊，迄个物件落去，互囡仔做迄个学写字的迄个教材的对吧？迄是啊。1000年前教囡仔的物件，敢讲咱台湾啊吼，就是我敢讲咱台湾的教育到现代啊，用1000年前中国的物件来做咱的教材，安尼囡仔才会有进步。拜托诶，莫甲家己锁入去几1000年前的中国安尼啦吼，所以啊吼，我感觉细汉老师的迄个书法啦吼，迄个毛笔字啦，完全突破迄个中国古早迄个坑啦，哦，迄个坑啦，甲即个规个书法啦吼，规个毛笔字用伫即马现代的即个社会啦吼，所以我感觉吼，有够赞的啦吼，有够赞的啦，已经袂当用所谓的传统的迄种书法的概念咧看即个毛笔字安尼，伊其实就是一种艺术啦，伊其实就是真正是一种艺术啦，啊，一种造型艺术啦，吼，一种造型艺术。包括你看头拄仔分享的迄个德山，用迄3种德啊有无吼？迄个剑德啦，吼，贵德啦，吼，迄个立德啦，吼，伫遐咧做迄个啥？做迄个写迄个字，迄其实就是甲德啊画伫面顶啊嘛，对吧？啊，去甲迄百合花的意象画伫面顶，哇吼，啊，甲迄个在地遐个意象啦，吼，什物个妈祖经哇吼，一个人袂晓外地人讲妈公啦，吼，啊是马经啦，吼，拢学白念喎，吼，啊，其实啊吼，伊就是妈祖经啦，因为伊有全台湾上早的一间妈祖经伫迄个平湖嘛，因平湖人拢叫家己是平湖啦，因为因东华乡啦，哦，因大原是东华乡，所以平湖人安尼吼。啊，所以因平湖前迄个所在上闹热的所在啦，就叫做妈经啦，因为就是妈祖经嘛，台湾上早的妈祖经伫遐安尼吼。其实头甲各位讲，我即摆人就伫平湖安尼啦，我规家伙仔来佚佗安尼，吼来平湖佚佗，所以你看我面红红，因为去晒日啦，啊，所以就是有看到迄个细汉老师写迄个
写的迄个马经迄个字啦吼，就是有去迄个妈祖经嘛吼，所以我感觉这已经完全突破迄个传统的迄个腔啦，已经发展出家己一个全新的一种艺术的形式安尼啦，吼，所以这是我感觉足钦佩安尼，吼，总是啊吼，迄个啥，我感觉。我想要请教即个细汉老师啦，等下请细汉老师会当有迄个当，若会当帮我解答迄个就是讲啊吼，一般啦吼，咱若艺术有一个一定的架构嘛吼，包括伊的迄个比例啊吼，倒边正边啊吼，是倒边正边顶面下面，是毋是有符合迄个就是迄个看起来会水啦吼，会舒适安尼啦。啊，但是咱若用伫罗马字啊吼。因为咱台语人真关心罗马字嘛吼，啊，我看迄个用伫罗马字啊吼，伊要安怎展现迄种所谓的毛笔字的迄种美感啦吼，像讲啊吼，迄个咱有圆形啦吼，圆形的物件，但是伫中国传统的迄个书法内底，伊是无圆形迄种物件，伊每一片每一笔拢是直直嘛，对吧吼？伊无迄种圆的物件嘛吼，啊，但是伫迄个啥？伫迄个，所以迄个啥，伫迄个罗马字内底有足侪即种圆的物件啦，吼，即种圆的物件。啊，我若伫罗西亚托尔斯泰啊，吼，托尔斯泰用伫迄个囡仔启蒙的教材，就是托尔斯泰伊有做一项工课啦，吼，伊毋若写战争甲和平尔，吼，伊其实人吼，伊真注重迄个教育。啊，但是伊咧教育啊，是咧教育啥物人的囡仔呢？伊毋是要教育一般人的囡仔，伊是要教育遐个农奴啦，就是迄个伊的。就是做奴，以前吼奴隶啦，以前就是奴隶啦，奴才啦，奴才奴隶，迄个农民啊吼，伊无家己的自由，伊无家己的权利，地主要甲伊安怎就甲伊安怎，迄是一个欧洲足黑暗的时代嘛吼，因是农奴、奴才的奴、奴隶的奴，吼啊，所以伊是要互遐个农民教育，遐毋捌字的讲，恁若捌字以后，恁就会当加真侪选择就对啊，加做真侪代。啊，所以伊有一本课本啊吼，是要教遐个农奴的啦吼。吼啊，即个啥，即个物件吼内底，伊就是甲遐个每一个字母，罗西亚字母嘛有圆啊，伊就就是伊就种卫生迄种一种农民日常生活定用到的，啊，用迄个字做开始的，第一个字母的迄个。就是用迄个字母做第一个字母，迄个农民日常生活用到迄个物件呢，吼，所以吼，就是讲，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请教细汉老师，就是伊迄个圆形的物件，安怎来表现迄种美感啦，吼，因为传统无嘛，啊，你现代有嘛，吼，你有啥物想法安尼？吼，啊，第二个就是讲啊，吼。听讲，就是讲，咱未来啊吼，因为细汉老师有甲我讨论讲，未来要甲伊做一个 font 啦，吼，就是电脑输入的字形嘛。啊，我感觉这是足重要的代志，因为罗马字的字形啊吼，目前为止是足少的啦吼。啊，若罗马字的字形啊吼，会当有一个大家爱用看起来水的迄种字形，定着对这个推广罗马字啊吼。有帮助啦，吼有帮助，因为我即马吼教育部伊要做一个所谓的。哦，伫要做啊，足紧诶！伊第一提出随要有诶吼，就是要互一个什物一人一平板啦，就是要互迄个调换诶所在吼，一人一个平板电脑。哦，啊平板 pad 啦吼，啊就是讲伊可能一间学校分20几间，为十几支迄个平板 pad， 啊平板 pad 就每倒一班需要用啊吼，伊就用迄个充电车，规个就塞去迄班，吼有无？啊一人分一台，啊下课了则个撸转来安尼。啊伊内底要移设啥物物件咧？教育部要移设一寡伊点入去就会当用诶参考资料，包括吼本土语言，就是台语会有一个迄个。一个物件内底一个项目是台语文，所以以后这个囡仔吼摕到迄个平板 pad， 嘛会当用伫台语课，因为伊台语伊点入去会当选英语啦、数学啦、物理化学啦，啊有一栏是台语，啊你台语选落内底就有足侪台语的迄个学台语应用的迄个资料，吼啊，但是当然啦，伊即马9月开学要复开学啊吼，伊迄是暂时性。因为时间足赶，因嘛足赶，因最近才决定的，所以因找我开会时是无偌久之前。吼啊，就是伊讲啊，要叫我赶一寡资料互因，啊，因要放伫迄个台语片，啊，但是咱若今年未付迄个字形啊，吼，今年9月未付，我想应该是未付，即摆7月底啊，9月要会付迄个字形，可能未付。咱就做付。
啊，咱甲做好会付啦。做好会你就付的，那信满老那安尼师，咱有一个信满老师，网站，你可能较把握重点吼，啊，请老师回复，因为佫有其他的人举手，吼 OK 啊， OK，所以好。，OK，歹势，因为我毋知我有偌济时间，我搁1分钟就结束。所以就是讲啊吼，迄个 font 啊吼，若会辅助啊吼，咱其实真正会当伫9月，会当放去迄个网站吼，迄个，因为迄个物件是内容是我处理的啦，后口，啊，咱会当互迄个学生啦，小学、国中、高中来去用迄个 font，但是啊吼，所以就是讲，毋知影细汉老师对这有啥物想法安尼啦，就以上2个问题安尼吼，好，歹势我占用较济时间，好，感谢。啊，我回答吼，咱个做好会付，9月做好会付，好吧？哦，谢兰老师，咱来甲做好会付，就是讲开始啊，逐个人拢做我的目睭，恁来甲我解说讲 P 可能是啥 ，F 可能是啥，啊，所以内底有大写甲小写对无？敢是安尼？好，逐个人拢甲我讲，恁拢甲我讲故事，我就会晓。啊，我若无故事，我做起来当然嘛是袂歹，但是就无讲咱会使讲啥。比如讲咱个 W 做完2粒山啊，啊，咱就讲哦，这台湾山啊爱文，甚至 WM 会使做像玉山，吼，Z 吼会使做像阿里山的火车。我是讲找这元素，啊，逐个人拢做伙捌去，恁拢帮我解说，迄是啥，迄是啥。安尼咱9月就做会完。好吧吼，这第一项代志。第二项代志就是讲，头拄你讲着一定爱圆的，也是啥物货？我认为讲，若一定爱安怎，嘛无一定是艺术的。哦，啊，若准讲有迄个故事的原型，会使互迄个字母产生一种什么意义？伊拢无迄个圆弧，嘛无要紧啊。哦，这是我的看法。啊，佮包括伊有音调的问题嘛，对无？啊，音调大家若想煞佮互我故事，咱9月其实是会有，毋是袂有。我咧做代志是玩啊真投入，啊，着逐个咱将迄个进度处理好，哦，啊，到8月底甲做完嘛，毋是袂使呢。系啊，好无？安尼真好，真好。安尼哦，咱所以安尼谢院长，你是毋是安尼就回答即个问题吼？因为即项要爱向你讲话，要甲你。大家讨论吼 ，OK。就吼，即个黄浩庭老师，你即摆会使讲？邓老师你好，其实拄仔我常发现啊，我平常时伫学校教册的时阵，足爱穿即领写顶头发现嘛有你的书法，真正我所在。所以我即摆就伫咧想啊，若是有人有学生讲我像恁爸是台湾人，受过错路，我就会使甲伊讲，这是台湾书法，是艺术品。所以我的问题是讲，敢有啥物补充，敢会当较好甲别人回应，敢无啥物意见会当互我？因为伫学校足麻烦就是讲，若是可能有小个学生意见无共，伊就甲你投诉。看卖敢有啥物意见？即马透过今仔日听你的分享，我就知影哦，原来这是艺术品。因为一开始我毋知，我敢若是咩去学的你啊，多谢。咱拄写迄句话并无啥物错误啊，迄就是咱自信心的表达。哦，明白。第二项，即个我写过的毛笔字，即摆已经有足侪博物馆收藏啊。哦。所以这头什么，包括日本米兹必须的这个博物馆叫做静家堂，伊嘛收藏我的作品。而且台湾上大间的私人美术馆叫做基理博物馆，伊嘛收藏我的作品。故宫博物院，我就去写故宫南面，拄啊迄个写20公尺啊。咱就做遐济代志啊，所以头啥物无好，还是台湾愈来愈侪人认同，而且迄是咱自信心的表达嘛。这足重要，因为学校真侪外国学生都有意见。为什么外国学生因
因要怎去判断讲，咱写即几字是较粗鲁诶？无啊，咱也无迄个意思啊。咱是一个自信心的表达嘛。哦，多谢，即个自信心的表达，我都是新即摆问你问题新的得到的物件，多谢。OK，好，是。多谢问题，多谢老师的回答。啊，即马迄个美智姐嘛有举手，啊，其他有要回应的人嘛会使举手吼。啊，即马请美智姐。美智姐吼去找着吼，即个细汉啊，替阮逐个做的一领外套吼。你小徛起来哦。哦，迄阵。迄阵即阵啊，就是阮乌太华吼有一阵的义工啦。啊，阮为着要出去外口做义工的时阵，阮逐个拢一人有一领即个迄个jacket 吼，即个背心。啊，穿出去外口，逐个拢知影阮这台湾人咧做义工，这是阮上重要的目的。啊，迄阵啊，就是请细汉时做的。啊，迄阵我咧台湾，所以我经手的。啊，美智姐，你可能请你讲几句话，安尼镜头较翕会着你。我 OK， 你有看到无？我有看，嘿。OK， 这是哦，2006年的时阵吼，啊，咱乌头华同乡会吼，甲国科会、国科会合作，办这个台湾蓝花节展啦，按台湾摕2000丛的兰花来展览。迄边哦，咱台湾因为甲迄阵阮拢有阮拢还佫伫个有斗主持啦吼，有从即个兰花展哦，咱有争取着台湾馆，吼，迄阵啊伫5月乌头华有一个即个 Tulip Festival， 所以咱有去甲伊争取一个台湾馆。啊，你即马看到即张相吼，就是台湾馆的内底吼，即个义工哦，但迄工义工是逐个拢穿原住民的衫啦，啊，敢若阮拢穿你的衫啦，穿你的即个，穿你即领夹啦，阮拢伫咧上正边，你有看？我有看。对咧。呀。啊，这迄了后来乌头华若有创即个迄个义卖啦，做一寡代志吼，义工拢穿你这领衫。我即马吼，头前你有看迄只台湾人吼，我即马摕起来，水诶，你看，这领衫足水诶。互你看后壁，互你看后壁吼，衫的后壁，衫的后壁有看啊？哦，后壁嘛有啊。后壁嘛有你写，你有写，有无？你即种变身吼，足适合咱伫海外吼，爱做台湾人运动的时阵，咱会当穿即个背心。你若加一领，咱留一领互我。若加一领，咱留一领互我。会使叫细汉啊，甲咱制作。迄阵啊，即马这阮拢有付款吼，呀，所以着我想是我感觉足有价值做这个代志。呀，美玲姐，即马佫有单位举手，吴医师，你请嘿。真多谢细汉听吼，咱咧唱歌有迄点歌迄个习惯吼，我今仔来甲你拜托点一个字啦吼，我是咧讲你以后若有机会吼，是毋是像你咧写遮个产品啥货吼，是毋是会当试写即个白话字啦，甲商品化吼，安尼咱对台湾字甲即个台湾人的即个认同的观念吼，可能会进入路用啦吼，这是我希望的即个点字的第二吼，咱伫世界上即摆台湾人常互人讲做是民主的中国人啦这我足无介意无认同啦因为
咱台湾人的文化吼，其实甲中国人的文化足无相啦。啊，今仔日咱来看即个陈教授即个书法吼，我逐个拢想讲书法是中国的物件哩吼。啊，但是基本上讲起来吼，中国的文化是一个足限制吼，看以前迄个文化，啊，咱台湾是足开放，啊，看将来的文化。啊，你干那看陈教授即个书写即个方面的发展，咱就看会出来吼。啊，我是认为讲咱台湾为即点，咱看会出台湾文化其实甲中国文化是差别真大啦吼。这是我的感想吼，多谢。阳光遐正，阳光遐正。我只有看到阳光遐要发言哦。啊，你爱开麦克。其实我要讲的真济，毋过讲袂了老，因为我有含迄个细汉吼有讲过啊啦吼，所以大部分你也了解我的意思啦吼。今仔日我听着讲，其实是上在地吼变做上国际啦吼，所以就是讲人性拢有一种特有性，啊嘛有共通性啊，所以我咧想讲，听咧真感动，就是讲迄个意大利伊的即个法国人吼，啊伊安尼会听着你的故事，啊你的故事嘛含有一个人类的共通性，啊所以会足宝贵你的作品啦吼，啊而且有4、5位安尼遮个法国的遮个艺术家吼，啊拢诚对即种的诚在地吼。安尼会去安尼咧，伫迄个台湾遮个农民做事人吼，啊遐艰苦人遮个物件吼，啊伊会当去收。所以我伫遐咧想讲，其实是法国的艺术吼，已经行出去讲过去迄款迄个贵族吼，啊用迄个咧 commission 去做艺术家，啊来咧画因遮贵族的故事的迄种的阶段啦吼。啊，今仔日我要讲，我是要继续迄个单位拄则问的迄个白话字吼，的即个物件啦吼。我是感觉讲，迄阵迄当时因咧设计即个用罗马字吼，因较会无甲伊讲做罗马字，伊甲伊号做白话字啦吼。啊，我咧想啦吼，应该是咧对应文言啦，因为迄阵古早时代的时阵，因写的是文言文。文言文就是讲无写口语啦，就是讲因咧写的物件是一套，啊你讲的话是搁另外一套，啊所以伊甲伊号做白话字，是咧强调甲文言的对应，所以伊无甲伊讲做罗马字啦吼。所以我提供即点仔想法吼，检采讲对你的创作的中间加减有一个帮助啦吼。所以是白话字，毋是拼音啦，吼，白话字毋是拼音，白话字是一套有几百档的历史的一种咱台湾人的文化资产啦，好，多谢。若是我会当阁补充一个吼，就是讲目前吼，我咧读白话字有一寡遐字句，互我一寡困扰，毋是干那我，足侪人困扰，就是讲 I 和 L 的时阵吼，不是分袂清楚啦，吼，若个全白话字的时阵，所以即点咧设计上可能爱有一个分别，啊，搁而且吼，譬如讲若咧读即和即啦吼，比如讲一个人和即个人吼，啊，因为迄有一个第八声，迄点拄好伫 I 的顶头吼。所以有时啊，不是到底即个是即还是即，所以有一种的困扰啦。所以若是讲是毋是讲咱若有拄好有咧设计的时阵，会当讲诚清楚，会当咧互咧读的人会当有分别啦。兼且佫有其他的字句吼，会造成即个阅读上的困扰啦吼。所以会当请教讲，大家看讲有。一寡是毋是有一寡字句，一寡字体，互咱袂当读真安尼真舒适安尼嘿。好，多谢，这是我的意见。
咱即摆的时间哦，已经哦，暗时啊12点啦吼，是毋是？咱会要敢若佫有人要发问啊？即摆，好者。我无看到人举手，恁若有问题会使举手啊。迄个啊，无的话，咱真多谢迄个细汉老师吼。我今仔日听着足侪足好诶故事吼，啊，足感动诶。啊，迄个咱会使伫遮结束啊。若阵讲有要留落来开讲诶，咱会议室会佫开一段时间吼。啊，恁若阵好无？美玲，互你结束嘿。是吼，安尼无咱大家来感谢迄个这今仔日互咱遮尔精彩、遮尔有意思的一个演讲，多谢你。感谢大家，今仔日真欢喜哦，希望真紧会使真正会使见面，对，感谢大家哈。啊，阮也有去转去台南，转去白河找你，去参观你的作品，吼。欢迎大家来，欢迎大家来，啊，所以即马总感觉有较晏的人会当自由离开吼。啊，我即马佫看着，朋友是无有人举手五。嘿，我有举手，大家好，听到细贤老师的分享真感动。啊，我有收藏迄个细贤老师的迄个大人大种迄个大纸，哦，迄个字看起来真正是叫大人大种迄款味。啊，嘛有看到，我嘛有真介意，就是佫足侪像讲规人拍伙，我迄当阵看着感觉足介意的，就是种足台湾味的书法安尼。啊，一个愿望是希望讲细贤老师。敢是会使出一个白话字的，像讲台湾建国，还是讲台澎建国，还是讲建国独立即款的一寡建国意识的即款的书法，真多谢，这是我的愿望安尼。迄个成功大学迄个梁文涛拜托我甲写，台湾独立啊，我嘛有写。你已经有写。有写哦，知影讲有写。我是写毛笔的人吼，第一个支持台湾独立的人。是毋是用白话字，是用华语对无？嘿对，汉字啊，用汉字讲汉字，对。嘛会使用白话字写，台湾独立。这会下伫我的思考内底，因为吼，迄个写字方式，我嘛是爱小可想一下。迄有一个艺术的节奏，甲迄个关系的问题，我会使来进行这个代志，真欢喜对，像微文遐定定会叫我写这，我就会慢慢整理，有一个趣味的写法，会使做这需要。恁迄个什么台湾网报，迄嘛我写的，迄个杂志，对。啊，迄个微文即摆伊要做迄个台湾字，迄个叫我甲写台湾字汉字，佮有写迄个白话字。啊，伊自然会甲迄个白话字变大字，你免烦恼啊，汉字会变细字。多谢，嘿。真欢喜。啊，恁那迄个哦，爱甲我斗相共讲 A 是啥物 ，B 是啥物，我就真紧写无会袂。对。到在你大概都无啥问题啦。